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句說話咧，叫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或者都聽過曹操講，寧可我負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負我。寧願咧我辜負別人，都唔可以咧俾別人辜負我。幾時咧都要將自己嘅利益咧擺喺最優先。咁但係其實如果想喺職場上或者人際關係上想成功，係咪就一定要做到自私自利嘅呢？聽完今集你會發現咧，原來最成功嘅人未必係嗰啲機關算盡計盡自己咧可以獲得幾多回報嘅人。學習點樣去給予去幫助別人，有時咧反而會比我哋一味索取咧收穫更多。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收聽 Just For 讀書會，我係 Justin。好耐冇見啦，成3個月咧冇拍過片。咁呢3個月咧去咗2個旅行啦，同埋事業上咧都有啲新嘅搞作，變相咧就少咗時間去出片。好，咁言歸正傳，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書咧，書名叫做《給予》，咁英文咧就係 Give and Take。咁作者咧就叫做 Adam Grant 啦，亞當格蘭特。咁作者咧係一個喺哈佛大學畢業啦，而且咧擁有密西根大學心理學碩士同埋博士學位嘅一個教授嚟嘅。呢本書嘅中心思想咧就係想講，想爬上成就金字塔嘅頂端咧，唔一定要做一個索取者，唔一定要咧將其他人踩喺腳下面。有時咧做一個給予者，去奉行利他主義去幫人咧，反而會更加之有效。咁今集咧會同大家分享下喺我哋人際關係互動上邊常見嘅3種模式啦，分別係索取者、互利者同埋給予者。跟住咧會同大家簡單分析下點解成為一個給予者可以幫助你喺職場或者人際關係邁向成功呢？最後咧會同大家再分享下咧成為給予者嘅一啲潛在風險啦，同埋陷阱。咁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開始今集內容。好，咁首先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喺我哋人際關係互動上面咧存在住3種嘅基本風格。咁分別有給予者 givers 啦、索取者 takers 啦，同埋互利者 matchers 嘅。我哋咧簡單睇下呢3種人際關係互動嘅風格係咩嚟先。咁首先我哋講索取者 takers。咁顧名思義啦，索取者咧就係將自己嘅利益咧擺喺第一位，無論係錢又好啦、時間又好啦、價值又好啦，索取者咧一定要拎到多於佢哋提供出嚟嘅嘢嘅。呢個世界喺佢哋眼中咧係一個零和遊戲。零和遊戲即係點呢？即係你贏幾多咧，我就輸幾多，好似咧打麻雀咁。咁索取者咧喺短期內咧睇落會好成功，因為咧佢哋會自我推銷啦。亦都會咧好勇於去為咗自己利益咧去採取行動，咁但係長遠嚟講咧，佢哋嘅口碑咧會變差嘅。其他人咧會因為見到佢索取者嘅身份啦，因為佢呢啲嘅行為咧唔再願意真心咁去幫助佢。而第2種人際關係互動嘅基本風格咧叫做互利者 matchers。互利者咧顧名思義就係追求一個公平嘅交易，可以為咗一啲預期得到嘅好處咧而付出相對嘅代價。咁呢個咧亦都係社會入邊大多數人嘅風格。佢哋同其他人相處嘅時候咧，會維持平衡啦，避免自己咧吃虧或者過度付出。而第3種風格咧就係今集想講嘅主題。呢種風格咧就係給予者 givers。給予者咧傾向於主動幫助別人啦，分享佢哋嘅知識，提供機會啦，亦都唔係話咧期待要有啲咩回報咧先至去做呢啲嘢。有別於索取者啦，相信呢一個世界係一個零和遊戲。給予者咧傾向相信呢一個世界咧係可以創造一個多贏局面嘅，唔一定係人哋贏我就輸啦，可以咧人哋贏嘅時候咧我哋自己都贏嘅。咁大家咧可以不妨諗下，到底索取者、互利者同埋給予者呢3種風格，邊一種嘅風格可以喺商場或者職場上邊最成功呢？又會係邊一種風格係最失敗、表現係最差嘅呢？咁經過作者嘅觀察同埋研究呢，發現咗原來最成功同埋最失敗嘅人呢都係給予者嚟嘅。有啲給予者呢識得點樣策略性咁幫助別人啦，帶領組織咧走向成功。透過給予可以令到佢哋喺人際關係上或者職業生涯上咧帶嚟最好嘅表現。咁但係同時咧都有啲給予者咧成日過度犧牲自己啦，令到自己咧為咗幫助別人咧筋疲力盡。咁各方面嘅表現咧自然就會強差人意啦。
同為給予者，點解有啲嘅給予者咧可以爬上成功嘅階梯，有啲咧又會成為他人嘅踏腳石呢？好啦，咁首先咧，我哋一齊嚟睇下做一個給予者有啲咩好處，給予點樣可以幫助我哋喺人際關係上面取得優勢呢？給予者幫助別人嘅時候咧，其實係會建立到一啲人脈，而人脈咧其實係一種長期嘅投資嚟嘅。咁好簡單啫，我幫咗你，自然咧就會建立咗人脈啦。而 LinkedIn 嘅創辦人咧都曾經講過，如果我哋越係秉持利他嘅態度咧，喺人際關係得到嘅好處咧就會越大。而當我哋行動嘅初衷係為咗幫助別人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好快咁建立到一啲名聲或者聲譽啦。藉住呢啲嘅聲譽咧，就可以幫助自己咧拓展到無數嘅機會。咁雖然咧索取者有時為咗建立人脈咧，都會幫助別人。咁但係咧，因為索取者非常之功利啦，好多時候咧機關算盡，別人咧就會好快咁察覺到。所以咧，一旦將人與人認識嘅時間加長，索取者就會俾人發現咧，佢哋係為咗自己啦，自私自利先至幫人，繼而咧失去人脈。而且咧，因為索取者同埋互利者喺幫助別人之前咧，傾向去諗到底呢個人有冇一啲潛在嘅回報或者好處可以俾翻我呢？如果係冇嘅話，就唔使幫啦，仲嘥時間咩？咁書入邊有句句子咧，我覺得非常之深刻嘅。咁呢個句子咧就話，想真真正正了解一個人呢，要睇下佢點樣去對待嗰啲咧冇辦法帶俾佢半點好處嘅人。你會發現咧，索取者同埋互利者咧喺幫助別人嘅時候咧，由於設立咗一個更高嘅篩選門檻，令到佢哋咧觸及咗少嘅人啦，亦都咧建立咗少嘅人脈啦。咁但係相反，因為給予者咧唔係為咗回報，唔係為咗利益先至付出。咁透過呢一個原則咧，佢哋反而可以觸及到更加多嘅人，繼而咧建立到更加多嘅人脈啦，所帶嚟嘅機遇同埋回報咧，亦都更加之多啦。咁其次喺商場又好，職場都好咧，團隊合作好多時候咧都係無法避免。咁當一個團隊取得成功啦，或者取得業績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好容易觀察到索取者同埋給予者嘅分別。索取者咧通常都會話呢樣嘢咧係我做㗎，係我嘅功勞嚟嘅。好中意咧透過描述自己嘅功勞啦，話俾老細知咧自己做咗幾多嘢咧嚟到邀功嘅。而相比之下咧，給予者咧往往係更加願意去分享功勞啦。給予者深深知道咧要做到團體嘅成功咧，其實係要集合團隊嘅力量。咁所以咧好應該將功勞咧分享俾團隊入邊每一個人嘅。而研究都顯示咧，一個充滿給予者嘅團隊，無論喺業績啦、利潤啦，或者係客戶嘅滿意度、員工嘅留任率咧，都比一個充滿索取者嘅團隊咧表現更加之出色嘅。咁除咗呢啲好處之外，研究都發現一個充滿住給予者嘅團隊咧，可以令團隊嘅成員帶嚟更高嘅心理安全感。咁心理安全感係啲咩呢？心理安全感咧就令到我哋相信，即使我哋做錯嘢咧，都唔會受到懲罰，唔需要咧因為害怕犯錯而擔驚受怕。咁研究亦都發現，一個高心理安全感嘅環境咧，唔單止有助學習同埋創新啦，而且都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安心咁進行資訊交流啦，提出唔同嘅意見。咁聽到呢度咧，你可能會有所質疑啦。高心理安全感就代表住團隊嘅成員唔怕犯錯啦。咁有啲老闆或者管理層就會諗啦，咁高心理安全感其實係咪暗示緊團隊嘅成員，即使佢哋犯錯都冇所謂呢？咁對於公司嘅業績或者團隊嘅績效，唔係適得其反咩？大家都冇所謂啦，或者唔驚，咪係咁犯錯咯。咁書入邊咧就用咗一啲醫院嘅醫療團隊咧做咗啲真正嘅研究，竟然真係發現咧，原來處喺心理安全感越高嘅團隊咧，回報疏忽使用藥物嘅次數咧就越多。咁但係咧再進一步嘅研究發現，原來心理安全感越高咧，只不過係令到醫護團隊嘅成員咧更加敢於去回報出錯，而係唔會咧提高咗佢哋出錯嘅機率嘅。相反咧，呢啲心理安全感越高嘅單位咧，佢哋實際犯嘅錯誤咧其實係越少嘅。咁我自己咧都親身經歷過咧，見過啲公司嘅管理層或者老闆咧係一個索取者嚟嘅，佢完全咧俾唔到任何嘅心理安全感佢嘅同事或者下屬啦，令到咧每個人因為驚俾人鬧咧就隱瞞佢哋嘅錯誤同疏忽，而且咧都唔會為團隊提供一啲意見，導致咧每次犯完錯之後咧只係學識到隱瞞啦，冇辦法咧可以從錯誤嘅經驗咧學習同埋成長。
而喺一個心理安全感高嘅團隊入面呢，有成員犯錯呢，就會同大家分享翻啱啱犯錯嘅經驗啦，令到大家呢未來都有機會避免呢個錯誤啊，令到充滿住給予者嘅團隊呢，可以大大咁提升到工作表現啦同埋績效啦。好啦，咁介紹咗書入邊其中兩個給予者透過給予、透過幫助別人去為自己啦或者團隊去帶嚟收益嘅原則之後呢，我哋一齊嚟睇下咧點樣先可以避免做一個失敗嘅給予者。咁作者話咧，其實做一個給予者咧都有一定嘅風險，而我哋咧就要學識點樣去避免呢一啲嘅陷阱啦同埋風險。咁好多嘅給予者為咗幫助別人咧，會不停咁壓榨自己嘅時間啦、精力啦。結果為咗幫助別人呢，連自己都顧唔掂。你可以試想像下嚟緊呢個禮拜呢，你要隨機做5件嘅好事，可能係寫封信答謝你以前嘅老師啦，或者係探訪你一啲年老嘅長輩親戚，或者係幫助你朋友做啲嘢等等。而你呢，有2種幫人嘅方法呢，俾你去選擇。第一種呢，叫做塊狀給予。塊狀給予嘅意思呢，就係將5件事呢集中喺同一日完成。將呢啲給予嘅行為咧集中一塊咧一次過處理。而第2種方式咧就叫做點狀給予。點狀給予咧即係將5件事咧分散5日去完成，可能咧每日都做一件事去幫助別人。你可以不妨估下呢2種給予方式邊種對自己更好，令自己咧可以更加快樂呢？咁書入面嘅實驗結果顯示咧，原來塊狀給予咧可以帶俾我哋更多快樂。咁心理學家發現，如果我哋將5件好事分散喺5日入邊做咧，顯得嘅力度咧就會唔夠強。但係如果我哋用塊狀給予，即係咧將5件給予嘅事情集中喺1日之內完成嘅話咧，幫到人嘅感覺咧就會顯得更鮮明啦、更強烈，唔會咧感覺好似杯水車薪咁樣啦。咁塊狀給予咧，除咗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滿足啦、更加快樂之外咧，其實咧都可以更加有效咁保護到我哋嘅專注力啦，同埋時間。作者就話咧，無私奉獻嘅人咧，習慣咧點狀給予啦，一有人有需要咧，就會義不容辭咁去幫手。雖然咧講落好似好好咁，但係咧採取呢一種點狀給予嘅方式咧，好容易打破自己嘅規劃同節奏，令到我哋咧疲累不堪啦，失去專注力同精力。令到我哋咧冇辦法完成自己嘅任務啦。咁除咗採取塊狀給予嘅策略之外咧，要做一個精明成功嘅給予者咧，我哋仲需要識得適時去改變自己嘅策略。如果喺合作或者溝通期間咧，你發現對方係一個索取者啦，或者對方咧根本就唔願意同你合作嘅，只係會喺你身上揸取利益嘅話咧，我哋就要學識改變自己嘅身份，由給予者咧轉變成為一個護理者啦。喺適當嘅時候咧，給予者都要話俾索取者知道，我哋都有明確嘅原則同埋底線啦，冇可能咧每次無條件咧不停咁幫助佢，否則咧給予者咧就只會淪為索取者嘅一個工具。咁我唔係叫你咧喺佢身上攞翻啲利益咧先至去繼續幫佢，咁但係咧你可以喺唔同嘅角度咧睇得出佢係咪一個索取者嚟嘅。包括佢係咪淨係顧住自己嘅利益啦，佢會唔會去背叛你啦，會唔會咧考慮你嘅感受啦等等。我哋咧要學識去做一個精明嘅給予者啦，而唔係做一個咧淨係識得利他嘅濫好人啦。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簡單介紹咗《給予》呢本書啦，解釋咗咧人際關係入邊嘅3種基本風格，包括索取者啦、護理者同埋給予者。給予者透過幫助別人咧，可以提升到人脈啦，亦都可以咧提升到團隊嘅表現，令到無論佢哋喺職場又好，人際關係都好咧，有更加好嘅成果。咁但係值得留意係咧，給予者咧都要學識塊狀給予，而唔係點狀給予啦。而且咧喺面對索取者嘅時候咧，都要學識轉化自己嘅身份咧，變成護理者，藉此咧就保障到自己嘅專注力啦，同埋保障自己咧唔好成為一個濫好人。咁我自己睇完呢本書之後咧，都好同意書入邊嘅內容。幫助別人咧，好多時候到頭嚟咧係可以幫翻自己。我自己畢業之後咧喺職場度打滾啦，都遇到好多嘅給予者咧，沿途向我伸出援手。咁所以我面對我幫到嘅人嘅時候咧，都會成為翻一個給予者。而成為給予者之後疊加出嚟嘅人脈咧，都不經意帶到唔少嘅收穫俾我。
有時咧我哋幫人咧唔一定要話好偉大，幫人買層樓啊，幫人供首期咁樣，好簡單。譬如係人哋需要嘅時候咧，伸出援手啦，提供幫助，或者咧係俾下一啲意見，其實咧可能已經對人哋幫助好大噶啦。咁今集時間咧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都中意今集內容咧，不妨讚好啦、訂閱同埋分享俾你朋友。希望大家聽完今集之後咧，都可以成為一個精明嘅給予者。咁我哋咧下集再見啦，拜拜。